高雄即马要打造大寮第81期丁卫区，不过伫咧丁卫区的边仔，目前阁有10几户弱势拆迁户大铁厝住伫咧遮。当地民代甲里长协助陈情，希望市府咧起社会主体时，会当大兴安治，改善上基本的徛基环境。 大约5平大小房间整理真清气。每70岁张女士家己住伫遮已经3年，也毋过行出室外，其实环境并不好。炒菜就是要拿出外面去炒啊，很不方便啊。铁皮下面的简单房舍，甲工厂的货柜厝做厝边，4月拢是杂物，只会当无奈住入去。因为配合高雄市大寮区第81期中卫区拆迁，得到补偿金大约50万，买袂起厝，也无力负担9万的租金，踮伫只有过去大的厝1/4大的房间内。政府如果有那个社会住宅啊什么，那是否考虑我们是优先？我们这里真的很困难呀。 同款面临困境的，也有83岁高女士，住超过50年的老厝，互拆掉，10外户的老厝边，无想要离原居住地伤远，住伫中卫区边仔，迄热满塘满天飞的真歹环境。现在已经住了3年，也没有听到消息呀、那我们还能等什么时候？住户环境杂乱，甲无偌远中卫区新建的公用公园形成强烈对比。民众希望一旦改善居住环境，优先分配社会主体。考量那个整体的一个区位以及生活圈，那未来会配合后续的大寮主机场社会住宅的一个新建期程，以及我们市府的一个社会住宅的规划来予以协助。地政局表示，会由社会局进行方式，针对弱势住户协助每盒包租代管，高可能民众生活款区费进行后手的安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